樂華南村一個失蹤女人被發現埋屍油壓床下底，4隻寵物被殺，死者嘅非華裔男友在逃。宏福苑過百名災民發起聯署，希望政府原址重建，話係重建生活尊嚴同希望嘅唯一途徑。中環有貨車意外撞歪威靈頓街路牌，一度變成年尾特別打卡景點。歡迎收聽2025年12月31號嘅 VO 之聲，由 Channel V 嘅蘇麗珍 VO 呢幾日嘅新聞大小事，帶大家了解當中有咩奧妙。牛頭角樂華南村發生兇殺案，一名35歲本地女人日前離開屋企前往男友屋企之後，喺單位內遇害。警方話死者嘅頭部有多處由硬物造成嘅傷口，而且雙手、雙腿同面部有瘀傷。警方東九龍總區刑事總部處理高級警司黃奕龍今日凌晨交代案情，指案發喺12月29號，警方當晚約9點40分接報，指佢35歲嘅女離開秀茂坪住所之後失蹤。警方指失蹤者報稱有自殺傾向，列作高危人士失蹤案件。調查後相信佢曾經去到樂華南村喜華樓男友所住嘅單位。黃奕龍話：警方12月30號凌晨因為擔心事主安危，於是聯同消防破門入屋，發現單位擺設凌亂，冇電力供應，環境幾惡劣。但閉路電視片段顯示事主冇離開過喜華樓，最終喺12月30號上晝喺單位內嘅油壓床架底下發現事主屍體。黃奕龍形容死者屍體都包得幾隱蔽下。當時佢身體完整，但冇生命跡象。現場更加發現3隻狗同1隻貓嘅屍體。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第2隊總督察蘇子兵表示，死者遇害時間同死因有待確認，但現場冇打鬥痕跡。警方亦都喺大廈垃圾站等地方發現死者嘅身份證明文件同衣物，相信有人喺案發現場處理證物、兇器同血跡。警方正係追緝緊一個持香港身份證嘅非華裔男人，懷疑同案有關，相信佢同死者係男女朋友關係，正係調查緊兇案動機，未確定涉案男人係咪已經離境，佢身在何地，我哋都繼續揾緊，案件暫列作謀殺案處理。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發生超過1個月，8棟大廈居民安置問題備受外界關注。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早前提出5個安置方案，當中包括原址重建。過百名來自8棟大廈嘅災民向特首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同副司長黃偉綸發聯署公開信，表示希望喺原址重建家園。117個居民喺聯署信表示，火災令佢哋失去咗安身之所，亦失去咗多年嚟同屋企人鄰里共同建立嘅生活根基。又指至今回想當日嘅火光同驚慌，心中仍然充滿痛楚同無助。居民形容宏福苑唔單止係一個屋苑，亦都係佢哋嘅家，係佢哋世代居住嘅地方。好多居民長年喺呢度生活，鄰里之間互相扶持，彼此早已成為一家人。呢度承載住佢哋嘅回憶，孩子嘅成長、長者嘅安養、家庭嘅團聚、穩定同安居。失去家園嘅痛苦，並唔係只係失去一個居住嘅空間，而係失去咗佢哋安穩嘅根。佢哋懇切地請求政府能夠喺宏福苑原址重建，讓佢哋能夠返到去熟悉嘅地方，繼續同家人同鄰里共同安穩生活。居民指對佢哋而言，原址重建唔單止係居住嘅安排，更加係心靈嘅安慰，係重建生活尊嚴同希望嘅唯一途徑。大埔宏福苑上月底發生大火之後，電召的士平台 Dash 推出義載計劃，免費接載災民來往醫院同庇護中心。的士司機只需要喺平台上載收據就可以報銷車費。警方琴日公佈以涉嫌欺詐拘捕5個的士司機，指佢哋偽造行車記錄，騙取義載計劃下嘅車費開支，涉款約3000蚊。警方喺星期一採取行動，拘捕5個年齡介乎29至40歲嘅男的士司機，佢哋涉嫌喺 Dash 平台偽造合共7宗行車記錄，試圖騙取車費。被捕人獲准保釋候查，暫定1月下旬再報到。Dash 回覆傳媒查詢嘅時候表示，今次屬於極個別事件。透露喺內部審核嘅時候發現交易記錄異常，已經交俾警方進一步調查，但強調大部分司機都盡心支援宏福苑居民。
北部都會區發展項目上馬在即，發展局局長寧漢豪公布洪水橋用地招標同成立產業園公司事宜。政府喺琴日就洪水橋發展區首個片區項目開始招標。呢個片區總面積約11公頃，即係約58%個維園咁大，包括3幅住宅地同3幅企業及科技園用地，估計可以提供3120個住宅單位同28萬平方米產業樓面面積。住宅用地較之前再多1幅。寧漢豪話會為片區提供彈性地價安排，中標者喺招標公佈後28日內只需繳付1/4地價，其餘3/4可以3年內先還清。佢表示呢一個係拆牆鬆綁嘅措施，減低中標者嘅現金流負擔，對片區招標結果感到樂觀。產業園公司方面，寧漢豪話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將會負責約23公頃用地，由財政司司長法團全資擁有，相關用地將會免地價推出。寧漢豪表示，產業園用地目前被列作港口後勤、儲物同工場，將會向城規會申請改劃，計劃向產業園公司注資，但拒絕公佈金額。計劃明年初招聘行政總裁，明年年中正式運作。寧漢豪話，產業園公司嘅資金將會喺明年2月財政預算案公佈，並透露產業園公司嘅23公頃用地有8公頃屬於熟地，相信開始運作之後，好快就能夠興建建築物。又指園區需要燈油火蠟運作，期望產業園公司將來可以自給自足，但如果需要額外資金，又認為既然佢有呢一個資本，佢有土地去考慮喺市場借貸，都係一個財政來源嚟嘅。寧漢豪又指將會喺明年初列出產業園行政總裁嘅具體要求，但初步相信對方需要對工業活動嘅運作有經驗同眼光。至於對產業園公司訂立 KPI 就有啲早，意味住現階段對免費批地嘅產業園公司未有 KPI。房委會琴日公布西環村同馬頭圍村重建計劃，其中馬頭圍村將會喺2028年起搬遷首批居民。重建期由之前預計嘅14年減至7年，西環村就計劃2029年一次過搬走所有居民。當局話安排西環村全村搬遷有助保留人情溫暖同延續對社區嘅歸屬感，但對需要分批搬走嘅馬頭圍村就冇同樣着墨。房委會話將會喺下個月就2條屋邨嘅清拆同遷置方案諮詢區議會。但喺未有諮詢結果前，房委會已經表明會透過駐村社區服務隊同住戶溝通，協助佢哋搬離現居單位。1962年入伙嘅馬頭圍村係房委會前新屋宇建設委員會首批自行設計嘅屋邨，設有5座，其中4座包括洋葵樓、水仙樓、玫瑰樓同夜合樓相連。房委會表示，首階段只會重建位於馬頭圍西半部嘅洋葵樓同水仙樓。住客將會被安置到土瓜灣道盲人輔導會宿舍公屋項目同新美東村，餘下嘅玫瑰樓、夜合樓同芙蓉樓嘅搬遷時間就會適時公佈，即係未有時間表。西環村方面，房委會表示喺2029年一次過安排村內636戶全數搬去附近嘅嘉惠民道公屋項目。話呢個做法可以讓街坊鄰里一同搬遷，保留原來屋邨嘅人情溫暖同延續對社區嘅歸屬感。但對於戶數較多嘅馬頭圍村，房委會就冇喺新聞稿提及人情溫暖同歸屬感元素，只係表示居民同各界都希望加快步伐清拆。房委會表示，受清拆影響嘅住戶可獲發放搬遷津貼。合資格單身人士同2人家庭亦可以選擇領取替代配屋津貼。當局話係給予住戶多一個選項，例如改住老人院、到內地定居或者同子女同住，即係領取之後就唔能夠再住公屋。而如果公屋住戶有錢買居屋，亦可以優先揀樓。房委會表示將會喺下個月向區議會諮詢清拆同遷置方案。但表明將會成立駐村服務隊同受影響住戶溝通，尤其係長者，全程協助佢哋搬離單位。世界銀行前日發表第2年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報告，香港喺被納入統計嘅101個經濟體當中，喺所有大項排名10強不入，落後同區嘅新加坡同南韓。
今年係世銀第2次發表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報告，涉及嘅經濟體由舊年嘅50個增至101個，預計明年增至160個以上。報告分監管框架、公共服務同運作效率評估各經濟體。香港喺運作效率排第11位，公共服務排第33，監管框架就排第34。如果同亞太區其他地區相比，香港喺3項指標都落後於新加坡同南韓，但喺監管框架領先台灣，統計冇納入中國大陸。世銀嘅報告冇個別介紹各經濟體嘅狀況，淨係概括地介紹世界各地喺唔同指標嘅表現。例如喺高收入嘅經濟體，勞工嘅生產力一般較高，但提到年輕勞工較多嘅經濟體，公共服務不足。報告附錄列出所有經濟體嘅評分，監管框架得分最高嘅係捷克，公共服務以南韓最高分，運作效率就係新加坡排榜首。香港喺10個評估項目中，以市政公用基礎服務得分最高，係100分滿分獲得86.01分，最低分係辦理破產，得分只係得33.42分。特區政府發聲明，指報告喺國際貿易、金融服務、解決商業糾紛等方面，同其他國際機構給予香港嘅排名同高度評價有所不同，質疑報告過時同唔公平，並以香港得分最高嘅運作效率為例，指部分數據係喺2023年，即係港府放棄動態清零之後冇耐取得，而其他經濟體嘅數據就取自2024年。特區政府話，世銀嘅報告仍然喺試行階段，評估方法同數據可比性或者未臻完善，會同世銀保持溝通，全面解釋香港營商環境同相關政策議題，並且向世銀給予建設性嘅回應，以爭取讓報告做得更加完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發布煽動刊物同勾結外國勢力罪成，案件將會喺1月展開求情程序。黎智英嘅女黎采前日發布影片，憶述5年前黎智英被拒保釋同需要還押前，黎智英曾經親口問佢會唔會載佢去法庭，但黎采當時因為顧慮庭外太多記者而拒絕，佢為此感到後悔，佢攬爸爸就目送佢俾人帶走。黎采話憂慮冇辦法再見父親一面，但仍然抱有希望，形容黎智英畢生都喺度奮鬥。黎智英2020年8月俾港府以港區國安法拘捕，起初獲准保釋，同年12月初被正式起訴同還押。12月23號一度獲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批准以1000萬同埋不得離開屋企等條件保釋，但港府再向中院上訴。12月31號黎智英被判還押，失去自由，至今5年。黎采喺影片憶述最後一次同爸爸擁抱，正係2020年大除夕。當時黎智英就佢保釋上訴喺中院上庭，食完中午飯之後，爸爸問我會唔會想載佢去法庭。黎采表示佢當時考慮到法院外有大量傳媒守候，所以拒絕，但冇諗到最終黎智英被撤銷保釋，強調黎智英被拒保釋冇法律依據，佢當時仲抱有希望，認為香港仍然有法治。黎采表示知道爸爸被拒保釋之後感到震驚，喊咗。亦有朋友話佢知短期內可能冇辦法再同爸爸擁抱，又指當晚嘗試探望爸爸嗰陣，有懲教人員露出抱歉嘅表情，但冇辦法讓佢見黎智英。黎采表示後悔當日冇載爸爸，呢段亦都係佢對2020年最後一項記憶。黎采亦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表示黎智英嘅健康狀況大幅惡化，而家視力同聽力都明顯下降，亦受糖尿病、高血壓同心臟問題困擾，話擔心爸爸成為烈士。英國每日電訊報形容黎智英係繼劉曉波之後，中國境內最知名嘅在囚異見者。高等法院12月15號裁定黎智英同蘋果日報相關3間公司發布煽動刊物同勾結外國勢力罪成。高院就案件頒下855頁判詞，案件1月12號展開求情程序，判刑日期未定。美國紐約郵報刊登社論，促請美國總統特朗普向北京施壓，爭取釋放黎智英。社論指黎智英時日無多，如果唔做任何行動，佢好可能死於獄中。
認為爭取釋放黎智英可以向北京釋出信號，當佢哋將同美國做朋友、推廣西方價值嘅人視作罪犯嗰陣，佢哋唔能夠期望華府視若無睹。又要求美國國會1月復會之後通過法案，結束香港駐美國經貿辦嘅特權，話香港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之下壓制自由嘅傀儡。社論標題為特朗普應為法律戰受害者黎智英挺身而出，提及54個團體參與組織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嘅聯署，呼籲特朗普以強而有力嘅舉措促使黎智英獲釋。社論形容黎智英案1月12號展開嘅求情，只係被操控嘅袋鼠法庭程序，華府需要喺期限之前爭取釋放黎智英。社論承認黎智英一度同美國國會議員以至官員交流，亦公開向特朗普提及香港事宜，成為佢被控勾結外國勢力嘅證據。社論向美國國會提出2點訴求，要求打擊協助美國嘅敵人逃避制裁嘅香港，並應該取消香港駐美國經貿辦自90年代起享有嘅特權。對於美國特朗普政府，紐約郵報呼籲華府制裁中國內地同香港特區涉及黎智英案嘅官員，包括案件嘅主控官以及3個國安法指定法官。社論形容佢哋係中國共產黨嘅走狗。社論要求特朗普每次同中國交流都提及黎智英案，強調黎智英案將會顯示美國唔會對自由鬥士入獄視若無睹。一架運載大型建築材料嘅貨車，琴日喺中環威靈頓街同砵甸乍街路口交界，懷疑因為車身過闊未能夠向前行。當架車嘗試褪軚離開嘅時候，期間車上建築材料撞冧路邊嘅威靈頓街路牌。有市民將整個路牌被撞毀嘅過程拍低，事後突然間變成景點，吸引大批途人打卡，成為年度快閃景點。而工人已經到場進行維修，現時路牌已經恢復正常。最後一集嘅 Vio 之聲就嚟到呢一度，更多報道可以去我哋各個平台繼續收睇。多謝各位一路支持 Channel V 同呢個節目，喺度祝各位新年快樂，我哋明年再會。